据报道，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购买了大量土地，开始新建工厂，只雇佣中国汉族人。据最新消息称，中国企业被视为是中国职业占有计划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人民没有沉默，拆除了该公司招牌，以此表示不满。在事实的阈值和第一学期土耳其伊斯兰作品研讨会上，著名历史学家阿里木加伊纳耶提与维瓦尔教授会面，并表示，中共政府对东突厥斯坦实施的毁灭性政策及欺压破坏感到非常不安。伊朗足球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播放了一段视频，试图点燃伊朗的紧张局势，呼吁伊朗人民推翻政权，反对国家现任政府。美元的增长使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陷入债务。在2018年第一季度末，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债从145亿美元增长到147亿美元。根据中央银行新闻社的声明，该国的整个对外借款是由公司两部分组成。公共部门外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化，私人外债增长主要来自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布了2017年度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令人不安。在过去的1年中，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以及儿童所遭受侵犯行为的严重程度有所增加。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违背宪法和法律，对拘留者实施酷刑的卡米洛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当地的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媒体报道，库兹莫夫在讲话中承认最高法院的领导在俄罗斯。